好听吗？会不会想睡觉啊？有没有突然觉得阿美族属命变得高级了？下一首歌叫《路在哪里》，然后是我写给我们部落年轻人出外工作的时候一首可以安慰自己心情的一首歌。我知道今天好像很多朋友特别来哦，虽然我看不到你们，不好意思，台北下雨哦，招待不周啦。好，来听这首歌《路在哪里》。主啊。